去年艺人区军伫咧家人食酒赛车载朋友，弄死客停车司机，佫逃走。家人地检署5月是照过失致死罪甲起诉，即阵伊的朋友嘛去互检方起诉，求刑1年。针对邱男开车前有没有喝酒，当天有没有撞到人等，对案情属于重要关系之事项，均虚伪谎称不知道、不清楚。经检察官调查讯息等相关证据后，发现被告说谎，虽经再三劝告，被告仍执意为了维护邱男而虚伪作证，混淆检警的侦查方向。检察官侦查终结后，依照刑法伪证罪之规定，对之提起公诉，并建请法院量处有期徒刑1年。区军食酒赛车载姓黄的朋友，调查期间，迄个姓黄的朋友是一直讲伊嘛食酒醉，啥都唔知。不过检方认为讲伊是为了维护区军假也唔知的，所以讲检方是依照伪证罪改起诉，求刑1年。